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这阵啊，伫科技界和收藏界有一个热门的话题 ，NFTs。2021年的3月啊，一位艺术家透过英国的拍卖公司，用6900万美金的价值卖出伊加入 NFTs 技术的所有作品。因为安尼啊，互全世界开始关心这款技术的发展。总是啊 ，NFTs 到底是啥物咧？相关的概念，若要翻做台语，安怎翻较好咧？今仔日，咱就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NFTs 就是非同质化虚拟货币，这个名词听起来真复杂，其实啊，伊的概念真简单。伊其实就是和一般咱讲的比特币、以太币啊，就是华语讲的以特币、以太币、比特币，这些虚拟货币啊，就是所谓的钱啊，同款，拢是运用网络区块链的技术所形成的一种证明的标章，通来证明你电脑里、手机里的这幅图、这张球员卡、这块音乐是原版的，是得到作者授权的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会当摕来卖钱的啦。观众朋友会想讲，啊，迄图啦、相片啊、球员卡放伫网络，咱就甲扩来用就好啊。啊，若无，就甲作者写批，甲作者请求啊授权，啊是甲买授权就好啊。是安怎爱个有这种非同质化虚拟货币咧？敢是真假假？其实啦，观众朋友恁甲想，艺术家也是需要食饭的啊。若是伊的创作是数位的，还是伫电脑顶面呢？安尼大家凊彩哭、凊彩用，创作者要靠啥物食饭呢？个啊，若是我用大的价值买一份真珍贵的艺术品，还是球员卡，结果这物件所以因为保存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天灾去破坏去，还是啊档案去互无细字摕掉去，安尼是毋是就真拍算、真无彩咧？个啊！伫网络看、网络听是一回事，啊，我若要收藏起来，好变做是我会要安怎 ？NFTs 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啦。非同质化虚拟货币，就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，互每一份所谓的作品、商品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码。啊，就是讲，就算是创作者要甲共一份作品，同时啊卖互几个无共的人。因摕到的作品虽然同款哦，但是代码拢是无共的。安尼，你买到这份有区块链代码的作品，就会当伫你买卖哦，就会当摕来买卖，而且伫买卖时，嘛会当真清楚这是倒一号的作品，就亲像原厂作者挂保证安尼同款。个啊，因为区块链的特性，这组代码袂因为哈迪啊，就是华语讲的硬碟歹去。啊，就是你的电子信箱换去，就无去，啊，会当防止别人侵入你的电脑，把作品偷摕去。这款啊 NFTs 的市场，这几年真夯，真侪作品只要用这种形式就去买卖，一段时间了，介绍就拢会起真济，就连卖精品皮包啊、衫裤的国际有名的牌子，啊，拢推出 NFTs 的商品，会当讲啊，这几年是欠甲也袂掉。总是啊，这种技术也有伊的风险和问题，包括聊电造成传播问题、虚拟货币价值起起落落无稳定的问题，和 NFTs 无记名造成盗版管理的问题等等。新科技啊，造成新的机会啊，产生新的问题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用台语讲科技的神秘，恁有感觉真趣味无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的广告者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